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访问中国，今仔日伫咧上海和上海市委书记陈洁玲见面，也和商界学生对谈。布林肯表示，美国中国有基不管控两边关系，找找合作。学者也分析讲，这热情特地5字抗特别上任，会影响到两岸局势。美国透过这布林肯去拜访中国，也传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外，甚至是呼吁中国要爱站站。双方一起挨查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3天，如果甲上海市委书记陈洁玲见面，布林肯讲到美中义务管控上面关系。陈洁玲回应，今年是美中建交75周年，是世上上重要的双边关系，并始终一直真顺利。中美三地合作或者是对抗关系人类的未来。I think the direction from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was to continue to build thos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sustain them, and again, to deal directly with our differences as we also seek to build cooperation. 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月初通会，和紧张的美中关系登赴。布林肯中国行告别解读，负责稳定美中关系。除了见上海商界甲学生日后要去北京，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佮风声可能甲习近平见面。布林肯强调，即摆协助毒品芬太尼缓和甲解决美中危机。中国加大绕台立头，新冠区域紧张局势，外界分析，布林肯即摆去中国会传达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拜登签署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包含军援台湾，展现美国落实对台安全承诺。外交部感谢美国立法及行政部门再次以具体行动展现对提升台美安全合作及维持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美国原来甲中国寻求合作，暗过也继续协助台湾强化国防实力，学者分析关键伫台海军力当头轻。布林肯重点是在台海，就是要大陆要自我节制啊。美国期待透过跟台湾的这种军事安全上的合作关系，能够提升台湾的在总体的自我防卫能力。所以这个部分一直是美国的既定政策。罗清德5字抗就任牵动两岸局势，学者指出，美国透过布林肯呼吁中国自我站站，中国新罕内部经济问题应该被采取高度交代手段。记者综合报道。